台湾的南部热人是热个湿，是这蛇上介意的环境。高雄市这5个月就已经接到9000件蛇走入厝内通报。这民众通报了后，若要等人来处理，拢要等几点钟的。所以讲话里长就只好家己去抓。有里长就建议讲，若是农业局委外的人力无够，会当比照抓青豆丁有奖金，无的确会当提升效率。不厉害，迄有冻的，你也无好哦，你也无好哦。看到厝内底走蛇之外，民众惊甲一直哀，通报农业局，阁爱耽别几点钟的时间，只好先拜托里长斗3工。里长无法度，嘛是硬硬咧遐讲清咧，家己来抓蛇。红山保安里长讲，一个月大概拢过2-3件，虽讲家己嘛会惊，毋过伊知影里面阁较惊。因会惊，你若伊要走会免啦，你有毒的走，你可毋知当时要出来，你夹着，足危险的啊！到底有毒无毒，因毋知影看无啊。就拜托你去斗掠咧啊！就拜托我掠夹仔去来就行。根据农业局统计，到5月底为止，高雄市通报蛇走入去人家厝的案件，拢总有920件，其中一大树的86件上济。日初5早起8点到10点，1999的通报就有7件，大部分拢是外山区。东部处表示，天气愈热，蛇就愈接快。尤其这段时间是因的生产期，出现的几率愈悬。照规定，民众通报了后，委外团队15分钟内爱联络对方，1点钟内爱到场处理，若无就会扣钱。农业局委外捉蛇厂商需在接获通报15分钟内联系通报人，1小时内抵达现场来处理。农业局将视民众通报的地点，持续滚动检讨合理的处理时间。在1999顶悬有几件测试通报的案件，甲已经超过12点钟啊，进度也是等待处理。不怪民众会积极效率上摆。对此农业局表示，这部分因也正在了解到底是系统问题，也是厂商做不好。里长建议，委外团队若是人力不足，会当比较青豆丁，掠蛇有奖金通摕，无的确会当提升效率，减少民怨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